苗族美神的嫁衣长什么样？杨阿莎的雕像红遍全网，杨阿莎的由来却鲜为人知。相传，在贵州剑河的山间盆底有一汪美丽的清泉。一个落霞映红的傍晚，一群仙鹤降落嬉戏，最小的一只眷恋着人间仙境流了下来。泉边有一个挑水的少年，因为母亲生病，对着美景愁眉不展。小仙鹤了解到这位英俊的少年名为阿月，生性勤劳勇敢又孝顺，边忙农活照顾家庭，还边上山采药为阿妈治病。于是心生爱慕，恋上了阿月。由于他从水泉里走出来，人们便用苗语叫他杨阿莎，意为清泉女神。杨阿莎心灵手巧，她教会了村里的姑娘们绣出美丽的红绣服作为嫁衣。杨阿莎走后，人们为了纪念她，用红色丝线绣上仙鹤、花草动物以及象征苗族迁徙道路的线条，相制成精美的衣裙，代代相传。因此，剑河的乌包红绣服也被称为杨阿莎服饰，即苗族美神的嫁衣。贵州剑河的苗族盛装多达12种，其中以西绣和红绣最具特色。红绣苗服针法细密，通体映红，色彩热烈而奔放，一套盛装即可伴随女子从花季少女到为人妻母的一生，因而身穿红绣苗服的姑娘也被称为红色娘子军。每逢苗年芦笙会，明艳的杨阿莎盛装都会和悠扬的情歌、鼓歌在芦笙场上汇成一片歌舞的海洋，以静默而热烈的方式传扬着苗族美神带给人间的爱和永恒的时空之美。